整个都很像，头发、穿着，超像。我吓到，吓到，真的吓到！这变装到底多让王世坚吓到？先从头发来看，同样松松散散，脸的部分，小朋友的神情似乎真有几分委员的神韵。尤其两人都穿着同款浅蓝色衬衫，再搭配黑色西装外套，想要万圣节也扮成有政坛鬼娃恰吉之称的王世坚吗？本人不藏私，直接教你模仿他的关键小撇步。打扮我最简单的啦。就是你就头发松松散散的，或者像台志远，那因为台志远他是长得帅帅的嘛，其实你长帅要扮丑也蛮简单，你就戴个假发。我是王世坚，是王世坚。